嘉义的大拿伫去年4月成立全国唯一有官方认证的果菜生产合作社。原本这个4月到9月应该是笋仔大出的时间，也毋过进前受到凯美风台的影响，当地农民讲目前这个笋仔产量干那剩1-2成左右。笋农甲采收回来的笋，一个一个先做处理。因讲去年这个时阵，是一车满满拢是笋仔，即马剩无一半，都是因为顶个月的风台，互笋仔饮水去伤着。即摆的风台大部分拢是的确摇倒去，啊嘛有水倒灌入来田底，规拢淹掉的。啊，所以造成讲咱无顶会捡土乌米，啊，基本上若捡土乌米浸过水，笋仔伊就会烂，啊，产量伊就会减少。嘉义大拿镇种植笋仔的面积有800公顷，一年的产量有3万吨，是嘉义上大的产区。去年4月的时阵，大拿的笋农成立友善户外青菜生产合作社，开始推广友善种植的保育观念。今年煞伫采收期间拄到风台，互因造成真大的影响。我剩无2成，以我个人我剩无2成，因为我迄是去互沙砍乌布，啊我惊伊讲得到受伤，啊所以我甲乌布掀开安尼，啊即马挂拢挂青笋。4月到9月是嘉义县大拿立体笋大出的时间，煞因为风台造成连地性的损害。合作社表示，目前农少价数嘛悬，上紧阁要等1个月了后，笋仔的产量才会豆啊稳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